一塊睇落普通嘅布，竟然令貓主子妙變乖寶寶。佢唔使魔術貼，唔使拉鏈，唔使膠水，自黏設計一包即穩。產品採用加厚透氣且安全冇刺激面料，好似媽媽嘅懷抱咁舒服。貓主子即刻變骷髏怪。養貓嘅痛，我哋最清楚。剪指甲、清耳仔、洗面、餵藥都冇問題，10秒就可以捲成一個乖巧貓卷，任你搓圓撳扁，絕不反抗。暴躁小貓即刻變溫順壽司卷。布嘅車線順滑，冇毛刺，唔會刮傷，安全感爆棚。10千克肥貓都穩如泰山。最神奇嘅係，佢仲可以當作防側戰鬥服，又或者係旅行收納袋，甚至係一塊清潔布。如果整污糟點算？你可以直接掟佢落洗衣機去洗。由今日開始，你就可以同滿屋飛毛同傷痕累累講拜拜啦。你同貓主子嘅幸福生活就差呢一塊變形金剛布。即刻嚟體驗 Amory 公司嘅黑科技新品神奇自黏果貓布，快啲嚟定製你自己嘅專屬設計啦！